在看过语句书写的教学范例内容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同样提供了类似的练习范例。首先是第一个，请用黑压黑造一个句子，字数在15到25个字。第二题，它是告诉考生们说，如果你暂时要离开你的位置，你会怎么样留消息给你的朋友？首先我们看到第一题，请用黑压黑凑一个记的诗书题15到25字。首先我们来看，黑是的意思，是华语是的意思，压黑是或是，所以它是有点疑问的意思。我们在这里提供了参考答案。这个人是先生也是校长，这个人是先生也是校长。参考答案的意思是说，那个人是老师，或是校长，还是校长。好，我们有可能到学校之后，看到一个人，那分不清他到底是老师还是校长，所以有可能会这样子问别人。好，再讲一次参考答案。这个人是先生也是校长。第二题是你暂时要离开你的位置，你会怎么样留消息给你的朋友知道？它的题目是这样子的：暂时要行开夜飞的，唔稳用的留消息本朋友。我们来看它的问题的关键字。首先，只是暂时而已，暂时的离开位置，也表示不久之后就会回来，而且呢是交代给朋友，不是给陌生人。所以语句上面应该是友善的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，答案是：出去买下东西，临时你归来，也作风嘅东西表现如何？出去买下东西，临时你归来，也作风嘅东西表现如何？这个是根据我们的关键字来解析这个题目给的参考答案。同样的，接下来我们也提供了2题，让大家来综合练习。首先，第一题是造句，那它的题目是：请用某物嘅将手用嘅做一个记嘅诗书题15到25字。首先，我们来看题目的内容，它的关键字某就是没有的意思，将手在华语的意思就是有只好。不得不或者就将就着用的这种意思，所以大家应该可以造出一个很不错的句子来当做答案。第二题，去拜访朋友，而无喺业务下唔稳用嘅留消息本記。首先我们来看到你是去拜访朋友，是到朋友的家里，可是呢他并不在他家，他可能出去了。好，那你会怎么样留字条在他家的门口，或者传简讯给他？那你可以用这几个思考方向来写出你的答案，来做出你比较喜欢的答案，来当做我们的考题答案。好，再讲一次，你是去朋友家里拜访他，他不在家里，所以地点应该是朋友的家，而不是在你家。好，那你要怎么留消息呢？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。好，请大家自行练习作答。在语句书写的练习范例方面，我们同样提供了一道题目让考生们来参考，请根据题目写出客语的句子或者是短文。天气冷热变化无常，一不小心就会生病。同样的，我们先来看它的解题关键字。天气，华语的天气我们在客语要把它写成甜死。冷热变化无常，也就是一下子冷一下子热，那客家话会写成一下寒一下热。一不小心，我们在客家话里面会讲成唔拄好唔拄好。生病，它的说法有感到或者是不偏错偏，所以在这里我们提供了参考答案。天时一下寒一下热，唔拄好，你会感到
天时一下寒一下热，拄好愈会感冒。刚刚有提醒到生病，除了感冒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把它说成不偏。所以或者因为是天气一下子冷一下子热，所以有的人也会把它写成寒豆，都可以。所以请大家参考一下我们提供的参考答案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语句书写上面也提供了2题，让大家可以来综合练习。首先，第一题是拿存折与印章到邮局领钱，那你要知道关键字就可能会出现在存折、印章、邮局跟领钱。存折、印章、邮局跟领钱这几个字。第二题，他运气很好，每回都抽中奖。运气可能就是关键词，很好，那关键词可能就在很好的很。每回华语跟客语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它应该也是关键词。最后抽中奖这个一定是关键词。我想提供这2题，请大家自行来练习作答。如果你真的想不透、想不通、想不出来，有哪些答案可以来当做你的练习答案的话，我想你可以再自行翻阅我们认证教材里面，应该都会有提供一些讯息让大家来参考。